王柏荣是在22岁的时候加入了中华职棒，然后在中职打了3年半。是在25岁的时候前来日本职棒做挑战，今年则是现在满28岁，第一个球就出棒，有没有机会？到了左半边，哇，被岛内红迷给捞到了。所以可惜啊，今天生日的首打席第一个球就出棒，但是遭到了接杀。再短一点就好了哈。不过这个策略我觉得是对的哈，就我个人认为啊，因为面对泽本的话，量好球之前积极的去打他的球是对的，要不然量好球之后去打他的球确实难度很高的。岛内红迷这球追了很长的距离啊，最后硬是弯着腰把球给捞进手套，有3次的保送，4次的3振，整体而言还是相当不错的发挥。我的英雄王柏荣哦，日本球迷。好球！这球打到了中外野方向，2名外手都在后退，最后是陈启良介退后接杀出局，是稍微有一点打到棒头啊，要不然这个纵向变化球打得不错，变速球。timing算是有掌握到，对，变速球，的确是有点打到棒头。对。今天王柏荣在生日这一天，目前是2支0。今天前2个打数都被泽本洋大解决掉，2个飞球被接杀。前面2次并没有很明显被破坏节奏或是怎么样啊，只是击球点稍微有一点晚跟早而已啊。那王柏荣他在2015年，也就是他加入拉米狗的第1年，9月9号，他22岁的生日，曾经打过一发生日的红不让，是，当时是在澄清湖，面对还是义大的林正峰。哇，野村佑希刚才安打虽然出现了，但是最终被认定是出局。我也觉得为什么会被判出局？他是在线外啊。哎呦，3个球，最后是速球压在外角低的位置，王柏荣吞下了3振。今天面对泽本洋大，前面3个打席是3支0，目前东北乐天还是4分领先。